大雨的情形，这个南部东港到琉球的船班嘛受到影响。东流线码头物资赶紧搬上船，要送到小琉球，因为今仔日往回的船干了一班尔。另外一边嘛，游客为小琉球坐船返来东港，大部分拢讲只好提早返来，若无惊讲无船通坐。这有肉啊，有菜啊。敢若会使赶一班啊，无就无啊。无啊。哇，啊若无赶到这班要安怎？无啊，无等下吃啊。明仔载可能嘛，无走。原本是想说大家可能今天如果没有停航的话，可能10点多的航班，然后结果看了，只有一班。因为西南气流影响，考虑到交通船的安全，东流线的船班的时间有调整。今日敢若早起7点外往回各一班船，所以就停航啊。过段工都爱看海风的情形，再个公告。有没有玩到下午？真的、然后没办法，就是下午都没上班了。本来要去4天，对，就2天就走，没办法，要回去上班。所以一早就起来等航班了。对，只剩这一招。对啊，提早了1天，本来是打算10号的下午回来，然后就现在就是今天早上7点就起来就出来了。因为西南气流影响，航班的时间有对咧调整，咱乡亲若需要坐船的，出门前电话爱先看。